藝亞影畫深安媒介娛樂有限公司 CMN。老咪步槍瞄準目標泰華，家你仲不分黑白去攬自己兄弟？老咪開槍，字幕錢國偉導演作品，公路車輛追逐夜總會決賽，老咪代表佢會出賣我哋，除非證據確鑿。阿梅，我知道你有幾在乎泰華呢個兄弟，係我令你背負咗太多嘢。字幕熱血兄弟共戰毒海，毒梟打手同警隊酒吧混戰，阿封建炸彈推開兄弟，走啊！高速撞車爆炸飛車，泰華車上槍擊後方電單車手。河道上快艇追逐，阿唐同老咪講：我冇出賣兄弟。泰華迎戰打手狗牙，唔通你想再死多個咩？眾手下機場落車，為毒梟老爹做勢。老爹講電話：我話你知啊，所有嘅嘢都係屬於我嘅。老三老咪會面，點解要揀我？我會揀你，係因為我根本冇得揀。泰華槍指老咪兄弟不和，阿唐阿 Sam 小水拼命逃離毒梟魔掌。樂兒被車撞，泰華表情沉重。我唔想講嘢。字幕出生入死兄弟情，善惡決戰必分明。秦沛、馮夢夢、張文傑、林曉峰、朱永棠、謝天華、陳小春，四兄弟並排昂首闊步。片名《熱血燃燒》（Burning Blood），字幕古惑兄弟毒海苦戰。隨時隨地口述影像，香港盲人輔導會全力推動口述影像版本，由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，文創產業發展署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力支持。鳴謝哈酷海南文化傳媒有限公司、深安媒介娛樂有限公司。